各位朋友平安，我係律敦子醫院嘅院牧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心靈需要與關懷嘅自我形象與掌控。圖者呢係一位年過80嘅婆婆，但係睇佢樣貌可以推想呢，佢年輕嘅時候有奪人眼目嘅美貌。佢因為坐低嘅時候失去咗重心，扭親咗腰骨，以致呢躺喺床上邊動彈不得，已經有2-3日嘅時間。佢唔食又唔飲，諗住呢等死期嚟到啊！奈何身體繃緊，痛楚難耐，佢就從床邊嘅衣架勾翻櫃面嘅手機，打電話去叫非緊急嘅救護車送佢入到醫院嚟。圖者呢4歲嘅時候，爸爸因為另結新歡，媽媽好傷心，好憤怒之下，抱着1歲半嘅弟弟跳樓自盡。佢就被送到親人嘅屋企裏邊寄住。成長嘅年日確實係好唔容易啊！佢退休前一直呢喺酒店裏邊工作，故此呢佢都會講下英語噶。數十年裏邊呢，佢都係獨自生活，自力更生。有時呢，面對身體機能日漸嘅老化，無力去處理家居天花嘅破爛同埋剝落。6年前，因為牆角滲水，被下一層嘅鄰居投訴。佢喺困境無奈嘅時候，佢走咗去教堂，向住十字架嚟到求助。若意料之外，遇到教會司琴，好似上帝為佢預備嘅天使咁嚟到幫助佢。從嗰時開始，佢就開始接觸基督教嘅信仰啦。院牧聆聽佢述說生命中所遇嘅人同埋事，讚賞佢係一位外柔內堅嘅女性。問佢咁樣講，面對未來嘅處境同埋自身嘅需要，可以點樣啊？佢諗咗一陣就話：等死又死唔去，既然死唔到我話事，唯有向上帝求助嚟到過日子啦。因為我都曾經經歷佢3個奇妙嘅幫助。院牧回應佢咁樣講：上帝係唔會叫尋求佢嘅人失望㗎。佢用期待嘅眼神握着院牧嘅手咁樣講：心願如此。院牧為佢禱告，求主憐憫同埋幫助。歡迎大家掃描QR Code，瀏覽律敦治醫院院牧事工嘅網頁。多謝大家。